先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来宾，我们邀请我们于点传师来为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来宾。今日呢，来到咱现场呢，有咱的中歌。首先呢，甲咱介绍一位林伟人物来电，咱市议员蓝文贤来电。 总裁来电，还有呢，咱两位董事长请注意。感谢我们各位来宾的莅临，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一段我们周炳文师的心愿盖人有佛堂的诞生我们来从这边先开始这是我们人有佛堂最新规划的时候的样貌。这是我们周老炳文师的大爱，我们周经理茂秋，他在23岁求道之后，不久就和周太太亲口无数，用心成全自家的小孩亲口，行师之道，了师之愿，一生奉献道场。那承蒙天恩师德加披，感恩周老炳文师的慈悲大舍，奉献自家的土地。接下来观看周炳文师为我们讲几句话。所有伙伴，各位同学，今天是老好六个人老，那不是老好六个人老，咱就差不多。因为同样，我经常所谓老来。 啊，迄个是另外华人，你讲，你看看，咱天华人，阿妹你那个阿妹咱来这个看股票，我经过这样的面啊，你看听啊，阿妹。 也是一个甚至能够哎呀，540万的啊，哎呀，540万的这个成功啊，这行业要有性质，要540万的这个哟，你们往往刚比较，刚比赛中的，按照民主教的来办，我们两个民主教的来，好，先办，做先，土地做咱有性市场，刚刚1号，我了啦，来想想我这囝啦吼，咱这囝伊就拍，逐个月来给写去拍去出来，逐个月来变动性，安尼。 这种比赛那个也是乱的，那个不也不看的，就叫不见不啦，所以说好，所以咱进依据土地，环境和谐，讲这一点了哈，因为咱地小这是什么？咱是无办法。 对不对？咱不但讲究理土的，一切是天的，然后发的光，所以咱社会上当然，一个人
中加上手上，头发清晰，头发有好话，有好感，是不是有好话个人，是有好感。我现在我这个也上瘾啊，干脆一不干脆啊啊，叫我我到叫我就给你买啦，就给你这样给我买了，然后到我去，哦，要把那个钱要花一，然后你大概把钱带好。và chính vì chuyện thì ba con này thì biết thôi nghe họ nghe nghe cho nên hỏi cái không có thể khó cái sắp cái gì nữa là cái từ đó我是在那个我变成一早。然后没有调啊，哦，一老然后调啊，要打三老那个更低，到电管到那个他们的机关这些东西把它考考虑，规则，啊，所以让他先给我按先画完了，什么？然后。但是你的毕业今天是黄，那今天你要给你哦，那个你两件，因为呢，你这个股票啊，你这个股票就是货币，中按10币，我按起来啊，我按你那个科目参加了，反正你那我按那参加。哦，啊，这个调啊，对啦，你也对对咯，我把手加按，啊，按呢咯，按咱这个差不多，我这边就是讲，咱的这个用哦，用那个做所在哦，免看上面，
号50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动土的典礼，也邀请我们前人来支持各位典坛师，我们周典坛师各位典坛师呢，都莅临到我们动土的仪式，参加我们动土的典礼。各位道亲呢，也来参与了当天的动土的典礼。来看一下当天动土的一个现况。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